下神恩典同在。今天晚上我们能够将时间分别出来与神亲近，今天晚上更是领受恩福的时刻，真是一大美事。感谢主。希伯来书10章第36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今天我们真的会在上帝的话语中重新得力，得着神所应许的。愿亲眼看见你的诗歌，带领我们一起敬拜神。聚会，上主临在，感谢祷告，安静你的心，让你贴切在神的怀里，让我们的灵透过你这样子的与神亲近，感受到他的同在。
爱我们的父上帝，感谢你超越一切的爱，时刻围绕充满我们的心。我们需要你拯救我们，不论我们做了什么，求你赦免我们，并与我们同在，赐下信心耐心，等候明白上主你的心意。天父上帝，恳求赐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因着你的爱及救恩，我们生命不一样，让别人因看见我们而看见你，让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来祝福人。感谢祷告是靠爱我们的主耶稣圣名求，阿们。亲眼看见你，太阳还存，月亮还在，我们一起来唱。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太阳，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上周我们有提到如何在祷告中突破，突破的原则是在神的话所赐的能力、信心与顺服。正如上周有提到，就如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约旦河，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抬起约柜，在百姓面前过去，先走在前面，并要离2轴，大概约1000公尺，不可与约柜相近。”这个表示我们要非常的敬虔、谨慎，使你们知道所当行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也吩咐百姓自洁，因为神必在他们中间行奇事。这些是记在约书亚记3章1到5节。因此，祭司们抬约柜，脚踏入约旦河的时候，神迹奇事就发生了。因为有约书亚的信心，顺服着神，带领众百姓都经历此神迹。弟兄们，我们为富强教会，教会里面有领袖们，有属灵的顺服，有信心，并且看见，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兴起富强人成为信心顺服神的精兵，同时一起求上帝在前头，如同约柜在前头一样，带领我们来跟随神向前行。也求神一直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富强教会，我们来经历神迹奇事。阿们。今天我们继续思想如何在属灵生命上突破。这个属灵生命突破不是偶然的，不是突然的发生，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神总是按着神的原则和模式来行事，而不是偶然行事。我们可以透过耶稣看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也都有一个模式。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和每个作为背后，都有一个国度原则。这些原则是基于天父的启示，
在路加6章12节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请。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段经文很明显的，耶稣从来没有以随意的方式行事。耶稣知道必须选出门徒，作为被差派出去的使徒。为此，耶稣花了一整夜时间祷告。耶稣花一整夜时间祷告。我们要明白，耶稣需要一整夜祷告才能行事吗？当然不是。耶稣在他的主权中行事，时间不是一个因素，它是超越时间、空间和一切的。那耶稣整夜的祷告，是为使他在3年传道时间及传道中使人得医治，以及从魔鬼压制中得释放的能力侍奉及重要关键时做预备的。所以耶稣彻夜祷告付出的代价，使他在传道的侍奉中看见了许多神迹奇事。因此我们从经文来明白，耶稣彻夜的祷告使他灵里产生极大的能力，以至于耶稣走到任何地方，魔鬼惧怕逃离那地。还有一段经文是路加6章18到19节，我们还是一起来读，请。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耶稣彻夜祷告，还有一方面就是他改变了所造访的城镇。耶稣捆绑统治那城市里面的邪恶壮士，并攻克那个地方。在马可福音3章27节，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在耶稣前往之前，耶稣都先以祷告来预备充满能力。总而言之，耶稣彻夜祷告，耶稣这样子彻夜的祷告，耶稣彻夜的祷告是建造他的灵，以面对第二天将要发生的事，也要将要发生的事下命令。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这样彻夜祷告，是在圣灵里面他先看到，并按照天父的旨意宣告将要发生的事。耶稣彻夜不住的祷告，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教导给门徒，门徒们遵行的。接着到初代教会的信徒，门徒也照样的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模式来教导初代教会的信徒，一起来学习而生活。所以耶稣彻夜单独与神亲近的祷告，是在教导我们内心坚定、持续的、专一的专注在神的面前，让他的灵进入到神的心意。所以今天耶稣彻夜的祷告，也是要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神圣的核心。神圣的核心就是上帝临在，就是在上帝的慈爱里，更是住在神里面，不断的与他相交。进入神圣的核心，会体会到奇妙的安歇，内心深处面对有活神的临在。我们在交流中会被说服，且谦卑在神的面前，拥有对神坚实信仰与生命。另外，进入神圣的核心，是在上帝的面前建造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越来都越有神的样式，我们成为有神样式的基督徒。求圣灵今天能够帮助我们，
圣灵的能力，让我们明白神一直希望属他的儿女们能够进入神的神圣核心里面。尤其我们现在活在嘈杂混乱的时空，唯有在神面前，我们的心才能够平静安稳，以及得安息。让我们一起同心求神怜悯，使我们经历神作为从天而降。我们一起透过诗歌打开天窗，我们来呼求神，赞美神。让我们一起在神的神圣核心里面经历到他。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为以下事项来祷告：第一，为着我们个人属灵生命能够有所突破，能够恒切的祷告来祈祷；第二，也求主兴起祷告的大军来复兴教会，还有全民的祷告来祈祷；
第三，也求主帮助我们小组聚会，以及有更多的复兴祷告小组被兴起来祷告。会后也邀请我们各小组可以以 RPG 的方式继续进行个人的代祷。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个疫情不断延长的时候，主啊，我们个人的生命是多么需要从你那里来支取力量。亲爱的父，愿你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帮助我们，也使我们的心能够更多的来对你的话语，对你所给我们的生命感到火热。亲爱的圣灵，恳求你把渴慕的心是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每日都渴望的与你亲近，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时间里面，可以面对烦躁、恐惧、不安。求主帮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茁壮，也因此我们能够有力量继续为社会或是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守望。亲爱的主，恳求你临在这块土地上，也复兴我们这块土地的所有的祈祷的聚会，使我们知道我们立在这里并不是漫无目标，我们能够坚定的与这块土地一起来面对所有的难处，还有所有的纷扰，因为有你的同在。谢谢主，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要为以下这些事情一起来代祷。第一个，我们为了在疫情当中，全台湾的教会都不能实体聚会，有的弱小教会，他们也不能有足够的能力来做线上的聚会，所以我们为所有台湾教会的事工祷告，都不会受到影响。第二个，我们也为我们富强教会在疫情这段时间，我们所推动的各样圣工，无论是网络上的或是其他事工，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第三个，我们继续也为我们台湾的疫情能够真正得到缓和，各工商业，我们的民众能够开放，为这件事情迫切来做祷告。我们一起来为这些事情祷告。亲爱的父神，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全台湾的教会都被迫来关闭，但是我们代祷的力量，我们关怀的力量，我们联系的所有的力量都不暂停。亲爱的主，求你兴起所有的牧者、长职以及各单位、各小组的事工，加强在彼此关怀、彼此代祷、彼此祝福的行列，让全台湾各地虽然不能实体聚会，但是在每一个家庭都有家庭祭坛，兴起主你的国，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一起同心敬拜，一起同心祷告，也一起同心来关怀。主啊，也求你帮助，让我们富强教会也在同样的限制之下，我们所推动的各样圣工都能够特别的帮助别人。目前我们还推动了忧伤陪伴以及离婚的关怀这些网络事工，求你帮助带领，让工作团队所做的服事能够造就帮助更多的人。主啊，我们还是要继续为我们台湾的疫情的缓和平安的祷告，因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许多地方还有零星的一个感染的情况。我们在受限制之下，主求你让我们台湾的民众，大家能够再忍耐、再配合，能够让所有的这个疫情能够真正缓和下来。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顺利的能够公开的活动。特别求主赐下足够的疫苗，也让大家在接受疫苗的注射的时候，不会有恐惧，有得真正的平安。神啊，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愿我们全台湾的同胞，大家都彼此同心合意，让这样的困境能够早日解除。奉你的名来祝福所有的百姓，特别是那些受感染或是受到病痛的，求你亲自保护他们。我们这样恳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让我们一起同心求神怜悯，使我们经历神作为从天而降。我们一起透过诗歌打开天窗，我们来呼求神，赞美神。充满
念我的祷告如下：愿我的祷告如下。这个时候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富强教会宣告文一起来祷告，一起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耶稣的宝血遮盖，高抹在富强教会及牧者与所有会友、亲人、产业上面，差派天使保护我们。求圣灵光照富强教会，看见自己的过口，不容许撒旦在我们身上有任何攻击的机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将喜乐、属天的能力与平安高抹在富强教会和弟兄姐妹身上，帮助我们成为神荣耀的器皿。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很感谢主，让我们今天的祷告会能够大家在彼此同心之下，能够顺利来完成。牧师在这里再代表教会来请安大家。当你有参加这个线上祷告会，请你记得至少打个电话或是联系2、3个我们的弟兄姐妹。给他们请安，给他们问好，给他们鼓励。那我们的这个疫情的限制一直要到7月12号才停止，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忍耐，在这个线上继续同心来聚会。那我们在这个礼拜天，我们的线上礼拜，我们也请大家预备心。同时呢，在2堂礼拜之间呢，我们还有增加了主日学的线上主日学，请记得邀请，无论是我们教会的或其他教会的。只要有小朋友，他们愿意就可以打开这个线上一起来参加主日学哈。最后，我们还是要鼓励大家，虽然在家中这个居家防疫，但是我们现在台湾已经开始针对长辈或是特别需要的同胞开始打预防针。我们知道可能有一些风险，但是从疾管局的呼吁是说，打是更好的，所以大家要勇敢克服这个恐惧，特别是祷告的心预备。我们很多亲友长辈都打过，他们都说很 OK 啊，没事啊哈，所以我们不要受太多的这个疫情的影响，所以不敢去打，一定要是接受这个疫苗，让我们能够免疫，才能够公开的参加各样的活动。祝福大家在这段疫情时间仍然平安喜乐，祝福大家平安。